大家好，即摆要讲的即个字有4个读音，加、加、卡、个，汉语拼音加、动物狗牙切、狗牙加、狗爷加，说文语上增加。字仔写古，中药，中他药。来，看伊字典伊做一个译音译音，居好切音高，音高，音高。来举例，加减乘除，加减乘除，加减乘除，加减加减，加减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，多多少少的意思，跟多少差不多，它有6间房，还有一个厨房，还有一个厅，还有一个厅，还有一个洗手间，那怎么讲呢？伊有6间房，搁一个厅，搁一个洗手间，搁一个洗手间，那么更加呢，我觉得是加加，这2个字，够卡，够卡。这集先讲到这搭，有无同看法？伫评论区帮我指正一下，感谢。